台南街頭最近出現大型看板，頂頭以大大的字寫着"我要買票"，並搭配一沓青塊紙錢圖樣，民間各大膽設計引發討論。看板主角出來說明。還有人去 take 陳水扁總統，講這個市議員選舉講要買票，你的看法如何啦？那麼咱最主要是要買啥貨？咱要買呢，咱台南的未來。咱要買一個希望啦。陳昌輝召開記者會，宣布以無黨投入台南市第8選區議員選舉，一透早就到市場拜票，也閣發揮創意，用青塊紙錢做成的便條，就親像是真正在買票。這回該選區民進黨有4個人參選，除了議長柯麗麗以及準備要接下各個議員沈政東失主的沈政南，現任議員周家偉唔那掛出甲林俊賢的看板，更甲林建南共同推出陳怡丁、陳廷輝做伙看板。更要提到，這個建議愛甲議長議員的有一個服務，愛甲平常的，愛守護咱民進黨從中西北區4線的時數。國民黨方面有3個人參選，除了現任議員柯志春甲蔡宗和，立委嘉良界服務處執行長童小雲也加入戰局。其中柯志春除了甲嘉良界推出下體看板，也掛出甲新北市長侯友宜做伙的競選看板。年紀上少年的蔡宗和是主打個人形象。台南農中鶴，還有台南好樣，當然也是結合了我的血液。之外呢，我們也把一個城市要進步的動力，也是讓年輕的氛圍作為一個前進的體系。另外，加上民眾黨的江明忠，目前總共9個人搶垃圾，隨着選舉腳步愈來愈近，除了拼政黨、拼個人聲勢，也拼選民認同。台南新聞收派採訪報道。